天主教教宗彭正国嘅丧礼，现场有一信众来慰安，嘛是总价非常严格。加拿大国嘅前副总统陈建仁担任特使，伫咧现场和美国前总统拜登，也有巴拉圭嘅总机长等等，拢有互动小招问。透早日头就伫梵蒂冈街路上圣伯多禄大殿是充满金光，早起来自各个信徒继续来到广场，为来甲教宗方济各来讲再会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圣伯多禄广场，也就是教宗方济各葬礼举行的地点。可以看到现场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，以及170个国家代表团与各国国家元首。可以看到整个会场动线规划的井然有序。不过，因为将会有许多重要人物与政要首长来到现场，当局除了派出数千名警力部署，更安排狙击手与无人机来维持安全。早起特使陈建仁甲夫人伫咱主教顶大使李世明、外交部政务处长吴志忠陪同下，提早来到圣伯多禄大教堂。伫咧要入去的时阵，向美国前总统拜登主动握手拍招呼。拜登也是向夫人介绍伊，两人有简单的谈话。陈建仁也甲巴拉圭众议院议长洪阿布来致意，议长特别向总统赖清德来问好，另外也甲日本外相斗阵来问好。即摆陈建仁座位安排伫摩里西斯甲泰国中间，陈建仁也相信未来伫新教宗的领导下，台湾甲教廷83年的邦谊会有上好的发展。我们也为新教宗来祈祷，希望我们的新教宗也是跟方济各教宗一样，是一个开明的愿意有勇气去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，也有宁静的心去接受不能改变的事。教宗方济各的弥撒，真侪人经由直播来参加。来自台湾的心动，正伫罗马学语言，伊将来要读神学，因为方济各愿意改变，带动改变。在这样的氛围底下，变成说我在研究神学的时候，我是受到教会的鼓励的。所以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如果是在过去12年前的话，比较困难。天气真好，仪式庄严进行。大殿头前有各个特使，关的所在拢是关内民众。现场人真多，排到广场另外一边，以严肃慎重之心见证方济各回归祖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